Hello，歡迎又返嚟電影院裏的正念課，我係你哋嘅情緒教練 Alpha。唔知道你哋有冇運用返上一集所學嘅情緒天氣報告呢？我個成效又如何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今集第二集想同大家講如何建立健康嘅邊界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《盛夏有晴天》呢個電影呢？我哋可以睇下預告，了解一下先嘅。唔可以接近水面啊，明白未？其實所有好嘢都喺晒水面，你有冇開過人類嗰陣啊？哇，係真外面嘅人啦。喂，停手啊！咁電影入面主角盧卡同埋 Alberto 咧都係海怪嚟嘅，佢哋喺人類嘅小鎮上面咧一定要隱瞞身份。而 Alberto 咧，有時候咧會比較衝動，去逼住盧卡 Luca 咧去做一啲 Luca 會覺得好冒險、好驚嘅事。Luca 喺呢個過程中咧都經歷咗好多內心嘅掙扎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嘅好朋友叫你去做一件你覺得唔安全、唔舒服嘅事，你會點做呢？你會好似 Luca 咁樣唔識得拒絕人啦？定係會有勇氣 say no 呢？真正嘅朋友咧係會尊重你嘅界線。當你講我好驚啊，我想停落嚟，希望你可以尊重我，呢一個就係健康嘅界線啦。今次嘅練習叫做我的隱形氣泡，呢一個練習可以幫助你用身體去感受自己嘅個人空間。學識對同儕嘅壓力說不。首先呢，我哋可以企起身，深深咁吸一口氣，雙手向外伸展，喺空中畫一個大大嘅圓圈。吐氣嘅時候，想像雙手畫過嘅地方變成一個透明、亮晶晶嘅防護氣泡。而家可以合埋雙眼，感受你企喺自己嘅氣泡中心，呢一個係完全屬於你嘅安全嘅空間。當其他人想行入你呢個氣泡嘅時候，或者叫你做啲唔舒服嘅事，你身體有啲咩感覺呢？個肚有啲緊啦，定係心跳變得好快呢？呢一個感受係完全好個人嘅，可以花少少時間去感受一下。喺生活上，如果你有呢一啲感受嘅話，就可能表示呢一件事或者呢個人正在嘗試跨越你嘅邊界。咁喺呢個時候，你就要好堅定咁樣同對方講，我需要一啲個人嘅空間。好啦，大家可以擘大返眼睛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互相尊重嘅朋友啦。愛自己，從畫出溫柔的界線開始。按讚訂閱，我哋下集見啦。